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2月4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除恶务尽。约书亚记第8章24节到35节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。约书亚一直用他的矛指向爱城，直到城里的人全部被杀光，才放下他的矛。那天爱城所有的人都被杀死，男女一共12000人。约书亚记第8章25节。曾有这样的经验，当我发现一箱水果里面有一颗腐烂的水果，为了避免它影响其他的水果变腐烂，所以我就会马上把它挑出来丢掉。相信大家都有过相同的经验。从这件事情来看今天的经文，我们终于能够体会上帝的心情，不然我们会觉得上帝你怎么那么残忍呢？为什么要把爱城的一切都消灭呢？这些故事和暴力可能会让你感到不安。如果你信耶稣，你一定会想到，耶稣不是说要爱你的仇敌吗？那么上帝为什么还会主动对迦南人来宣战呢？为何要消灭他们？圣经在前面讲到主要的原因是，这些迦南人他们在道德文化上极其败坏，特别是在性关系方面。在利未记18章26到28节里面就记载说，故此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，这一切可憎恶的事，无论是本地人，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，都不可行。在你们以先居住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，地就玷污了，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，地就把你们吐出，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。另外呢，迦南人他们普遍也会用儿童来献祭，为要从神明得着他们可能在农业他们所饲养的这一些的产业的祝福。在申命记12章的29到31节里面就有提到说，你们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恶的一切事，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，献与他们的神。其实上帝不想让这些风俗文化，这些败坏影响以色列人，就如同一箱腐烂的水果会把以色列人带坏一样。这是为了要彰显上帝的公义，他对罪他一定会把它除掉，除得干净。但是上帝也是慈爱的神呢，所以对那一些愿意转向他的人，也是给他们机会接纳他们。如同我们先前所看妓女喇合，她的全家人以及基遍人，这些战斗只局限在迦南地的少数族群。对于其他的民族呢，那上帝其实命令以色列人要和他们和平相处，
那这些战斗故事不是告诉我们以上帝之名施行暴力，而是要让人知道上帝会对罪恶施行公义的审判，他也会显明他如何拯救以色列人，使他们不至于被迦南人所灭绝。所以呢，上帝要约书亚彻底执行命令，除灭罪恶的根源，免得他们被影响。于是约书亚将爱城夷为平地，将爱城王的坟墓变为石堆，以纪念上帝对以色列的拯救和他审判敌人的作为。这个石堆让他们领悟到，只有听从上帝的话，才能胜过罪恶的影响力。在得胜之后，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为上帝筑一座新石坛，献了燔祭和平安祭，并当众来宣读摩西律法，宣读祝福与咒诅，为了就是要让以色列人们知道，在应许的地上当如何行才能够得到上帝的赐福。透过这些战役的胜败，让上帝的子民透过这些经验而成长，知道如何过得胜与蒙福的生活，就是要昼夜思想以及遵行上帝的话语，这个就是得胜蒙福的关键。我们来默想，当你看见上帝说要彻底消灭爱城的时候，你有何感想呢？哪些是你必须要彻底根除罪恶时需要面对的关键事物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你是公义的上帝，也是施行拯救慈爱的神，求你赐给我们渴慕你话语的心，也帮助我们能够完全根除罪恶的决心，帮助我们谨守遵行你的话语，不偏左右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新春愉快，平安健康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